細聲話你知啊，今日多謝新世界邀請咧嚟到奧神嘅酒會啊，上面好似好多明星名嘅 ，Let's go！我哋有請 Ellie 為我哋介紹一下，好嘛？ 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 Deepwater Portfolio 奧神所舉辦嘅一個沉浸式 party。今日咧好多地產嘅高層啦，同埋咧發展商新世界嘅高層都嚟晒呢度啦。咁同埋阿陳欣薇啱啱見到佢啊。咁其實我哋嘅係設計大師啦 ，Martin Bruniski。咁佢喺英國嘅一個項目係叫做 Annabelle。咁呢個 club 咧係英女王唯一願意去幫襯嘅一個 club。想問呢個餐級入會費幾錢啊？有唔同嘅 package 嘅，咁30幾萬又有，咁80幾萬又有。咁到時我買間奧神咪可以 enjoy 到基本上同款嘅會所咁樣咯，係嘛？冇錯，買得奧神嘅其實呢啲最頂級嘅英女王都中意嘅級嘅設計元素，都已經擁有埋啦。講真，香港真係冇乜邊個發展商咧有自己嘅私人會所，新世界唔同，將成個餐級、Gentry 級嘅概念搬咗過去成個奧神嘅會所上面，到時你 feel 下，你買間屋就有成個 clubhouse俾你享用。